好，美国甲咱台湾去对顶关税20%，这个对顶关税20%是对本地的税率搁再抬起来，也这恐惊地冲击到连纳、俄斯这的传统产业。即马工商业界就呼吁政府爱有应对，爱来稳定市场。从阿瓦创立地区内底，双湾螺丝高雄公产是台湾螺丝靠件主要生产地。2020年到2025年，产业面临订单大量增加，佮大量减少的情形。最近佮拄到代票汇率波动，也佮美国对顶关税冲击。20关税公布了后，佮加上原有的税率，有螺丝业者认为对产业冲击佮较大，不过自我提升佮较重要。几乎拢急单嘛，急单嘛，吼，大家唔爱困库存嘛。你急单落来的时阵，你有材料应付无？劳工人员有够无？你个机械设备有够无？你遮若是如果这两项拢无够，啊你变哪？有业者建议转为把握每摆急单，因为必要需求也是存在，应伫设备这部分事先准备。这波关税冲击也影响到连台业。各种关税的不同啊，各地区的不同啊，我们会做一些转移的哈。或基本上，对等关税实施之后，我们预测美国的市场会应该有比较衰退的一个现象。连台大厂建台认为，贴加的关税恐惊予美国市场出现通货膨胀现象，采购能力消退，会影响第三季表现。呼吁政府提早甲业者讲变化，也是转型方向，异地调整。另外，团产内底出口真强的水果金也受到冲击，因为每年产值达到600亿左右，要70%拢是销往美国。业界大部分知影讲税率是贴加起的，不过也希望代票汇率稳定落来，避免搁再增加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